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今天又有一个冒充神主的人要被赐死。台下的这些面孔，有一半我已经熟悉了，还记住了名字。2天前，你们把我奉为神主，在我所经之处向我跪拜。为什么要低头？不用不好意思，你应该感到骄傲才对。你们马上就要处死一个祸国殃民的怪物，你们都是见证者，是宿川的英雄。还有，就是他，平江侯。都说这宿川，你拥有最强的军力，最富有的城池，可是在我看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你杀我，是因为你怕我。你有多怕我？是不是我现在站在刀下，你仍不能心安？大胆！最后，我要骂神主。你不是什么怪物，你就是个笑话。既然你们都喊着要除掉怪物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杀了我，结束这个闹剧。来吧。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大祭司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帮我，相信我，只是不能帮你完成毕生仪式了，真对不起。慢着！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飞天，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处死一个骗子，你有何异议？是真是假，我自会在毕生仪式上证明。如果他真是冒充的，到时候任凭你处置，我绝不智慧。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是个骗子，而且平江侯已经拿出了最好的证据，他无法自证。大祭司，如今你还要执意举行毕生仪式，是何道理？飞天，你真是大错特错了！为了宿川与君上，我飞天甘当罪人。住手！主席，他是不是怪物？17年前的瘟疫，
究竟是因何而起，我会彻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但在此之前，休想再次造次。君上若还想要证据，可以随我回平平，看看妖物当年作乱留下的苦难百姓，怎样？朱熹，你可认得这个？君上真是少年英才呀，好手段。连臣都没发现，小儿最亲近信任的老师，竟然是君上安排的。彼此，平江侯还能找到17年前怪物的余孽，我也很是惊讶。臣就不绕弯子了。犬子是否安好？待你观完毕生仪式，回到平亭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你和你的小鸟布了8年的局，就用在这个怪物身上？你觉得值吗？你是知道的，它不是怪物。但素川不知。既然君上另有安排，臣告退了。君上，臣以为，既然无法定论他究竟是神还是妖，与其让众人猜疑，倒不如让他自证。玲珑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感谢你。开船！这里可是灵牙卫，冲过去！毕生柱，毕生柱亮了！神主恕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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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上，臣知罪。这是神法。罪臣诛西，污蔑神主，万死不足以抵罪，望神主宽恕。君上。我们宽恕吗？说。谢神主。神主重临，普天同庆，恭迎神主，恭喜君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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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玲珑，你成功了。看见了。饿的。你还没回答我呢，是不是特别帅？你倒还记得？是啊，我之前变身的时候就感觉像失忆了一样，这次不知道怎么的就记得特别清楚。说明你已经是神主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责备你。飞天把你们的计划都告诉我了，只是为了逼出大祭司隐瞒的真相，就如此大动干戈，简直胡闹。我们之前不是查出来被派去之火的天启门徒陆续死亡吗？
这次竹溪来又拎出个17年前的平庭怪物，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17年前。这个大祭司肯定是知道什么，但是又不肯说。可是你们连我都瞒。告诉你啊，没告诉你，你都差点坏事儿。眼看大祭司就要说出来了，你居然把竹溪给劝退了。对了，你是怎么把竹溪逼退的？那不重要。我问你，飞天落刀也是在你们计划之中的吗？飞天，他是真想杀我。太胡来了！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这么冒险？你生气了？你别生气嘛。无论你是死是活，对飞天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。但是，你不会压根就没有想过退路吧？因为你说过，无论如何你都会护住我的呀。真的是这样？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保护我的，所以我才敢这么做。那也太莽撞了！以后不许再出这么危险的馊主意了。这哪是馊主意啊？至少比你那个什么澄清保平安好多了吧？谁说成亲只是为了保你平安啊？那是为什么？一来呢，可以巩固天子地位；二来呢，神权王权的联姻可以……别白日做梦了，为了什么都不可能。就算你不愿意，从今天起，我也不会再选妃了。虽然那些女孩，个个都是出身名门，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惠，但是，我不喜欢小口喝汤的女孩。大祭司没说的话，交给我。你的计划，我来替你完成。你先休息一下。大祭司，你跪在这里做什么？君上，老臣有罪。神主已经无碍了，你不必过于自责。关于神主，老臣有一事相告。飞天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从你答应和我联手开始，就打算杀了我，是吗？你知道为什么竹溪见到那只金龟，就把你给放了？为什么？前几日，他把那个东西送给他最心爱的儿子，作为礼物。竹溪身边有你的人，快起来！8年前，
竹溪的小儿子刚刚诞生，君上就制定了此计划，当时连我都很震惊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布了8年的局，君上就为你而用了。所以当时我必须要落刀，我不能让你成为全天下来对付昭都的靶子。如若你是个假的，我只能让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只是斩杀了又一个骗子。可我是真的。君上，玲珑姑娘的确是神主，但神主并非是玲珑。玲珑的身体只是神主灵魂的容器。当神主完全觉醒的那一刻，就是他彻底消失的时候。你为何现在才说？啊！老臣知罪。治你的罪，又有何用？君上，老臣也是为了君上。老臣眼看着君上对玲珑姑娘日益生情，老臣是怕君上无法自拔。玲珑早就说你有所隐瞒，我还一直替你说话。为了神主，老臣万死不辞。你死又有何用？有何办法可保玲珑？那我就宁可不要这个神主。君上，此乃神主意志，凡人不可忤逆呀！只要我不让他再变，他就是玲珑。君上，神主已然觉醒，恕老臣斗胆一言，神主是宿川的神主，并不是君上一人之神主。可玲珑是我的玲珑。君上从小就喜欢听神主的故事，可是我从来都不赞成他以此来作为治国之道。但也许你真的可以成为那个帮助他的人。我的理想可不仅仅是帮元一收复天下呢。跟守护雁西墙的知火族人比起来，朝堂和江山之争，都未免显得太过小气了。你想听一听岳灵族人的故事吗？你愿意给我讲吗？在这昭都，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缅怀上古宿川。可是我从来都不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岳灵族人为了逃避猎杀，只好躲在最陡峭的悬崖上栖息。有时也难逃厄运。文明终在眼近，征服代替了屠杀。能飞越天堑的传递信息的鱼池，好过被钉死在墙上的装饰。后来，岳灵族逐渐被人们当作信使，离开了峭壁的生活。所以，岳灵族才脱离了苦难。不，虽然成为了信使，但依然没有获得和人类同等的地位。人类在我们的翅膀装上了一种特殊的铁环，我们仍可以飞，但每一次振翅，都会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只有回到主人的身边，
主人才会取下身上的铁环，让你得到片刻的喘息。那个时候，月灵不过是从被捕杀的猎物，变成了被人圈养的奴隶。一代又一代的月灵人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可是从出生就被钉上了桎梏。君上在登基时不过9岁，是源氏一族最后的血脉。但君上刚继位就力排众议，在宿川发布了第1道诏令，还月灵族与常人同等的地位。月灵不再是奴隶。君上对月灵族的扶持，月灵族才能真正自由行走在宿川。那战之后，君上封我为相，宿川第1次有了月灵族的首相。所以神主，月灵族从来都不信神主，月灵的恩人只有王族源氏。我都不知道，元一10几岁的时候就有这样厉害的手段。对不起，我一直误会你了。不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这个女孩一成气候，不能再等了。可，她真是神主，侯君可有把握？韦生燕说，这把剑是500年前之火用地火所锻造。你知道17年前我用它斩下了多少妖物的头颅吗？侯君神威！今夜，那就让他再吞噬一口神主的血。翅膀这么大，你是这儿管事儿的吧？哎，玲珑呢？玲珑在哪儿？你就是玲珑的爹啊，我是他爹，我叫火图新。银氏兄妹，银霄、银庄，想必是飞象吧？匪相？君上跟我提起过你们。你是谁？我谁也不是，我开船的。哎，这位大姐，先别管他。你别管他是干嘛的。这位大姐，你是不是这儿管事儿的？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跟你说。我告诉你，玲珑现在非常危险，我不能关在这儿。你赶紧让我去见她。刚得报说有人称自己是神主的爹，我还担心有诈。看你的模样没错了。没诈没诈。你放心，你女儿很安全，她现在已经是整个宿川的神主了。就因为他是神主，所以才危险啊！神主，飞象回来了吗？还没。这是君上吩咐送来的安神茶，神主刚刚施了法力，给您补补神气。君上呢？好像是跟大祭司在一起。神主莫急，先喝口茶养养神。竹溪就是要等玲珑封完神之后再把他杀掉。啊！你是在他的牢里听他说的？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你进了竹溪的大牢是怎么出来的？有人救我出来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可以从竹溪大牢里劫狱的。是谁救的你？怎么救的？我说了，你也不认识啊！有本事能劫竹溪的牢，这个人我一定认识。都什么时候了？他的大军立马就要杀过来了，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玲珑啊？别着急，他在昭都很安全。竹溪刚才因为他的神威被震慑了，我想他不会这么快就动手。况且他这次只是带了100来人，都在林阿卫的监视之中，耍不出什么花样来。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玲珑的毕生仪式就是他下手的最好时机，把神主杀死在神坛上面，这样取代元一震慑力才最强。
你问他们，竹溪征召了威生宴所有的渔船，我们这是抢了其中1艘，其他的大军说不定马上就到了。竹溪确实有攻打昭都之象。来人，密切监视昭都4周空房，有任何异样马上跟我通报，让所有越灵族人在灵牙卫集合，东南西北4卫全部戒备，一旦发现竹溪的渔船，一概击落，不允许任何一艘渔船越过灵牙卫。是。若真如你所说，昭都并不安全，灵牙卫的位置得天独厚，目前应该是最安全的。你们在此等候，我马上派人去把玲珑接来。先摸清竹溪的计划，我们再做安排。谢谢飞相。玲珑，玲珑，神主呢？方才有一越灵侍卫来报，说神主的父亲来了昭都，神主跟着他去见父亲了。什么？君上，未发现神主下落。君上，找不到。这是昭都，我的眼皮底下，再去找。是。禀君上，平江侯竹溪也不见了。什么？君上，玲珑和竹溪都失踪了。玲珑父亲带来消息，竹溪有可能随时攻打昭都。他这条命，我就不该留。竹溪他是有备而来的。今日所有的神血铁卫，听我调令，传令下去，严守城门，不许任何一个人进出。是。是时候了。要不我还是先送侯军离开昭都，毕竟我们在昭都的兵力不够，万一……虽然我们在昭都无兵，但我们却有朋友。但是他还没有答应和我们合作。等他收到了我的大礼，定会与我同心。就让我们来看看，冲破了燕西墙的地火是何等的威力。哥，那是什么呀？是灵牙火道，灵牙卫被孤立在虚中，虽然远离路面上的骚扰，但仍需防范虚鹰。等到入夜之后，他们会点燃2条火道，用来隔绝虚鹰。不对，我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。竹溪根本没有大军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幌子。什么意思啊？竹溪是故意让你去昭都报信的。渔船大军是个幌子，为的是把飞天所有的越灵人全部调离昭都。调离昭都？所有人都知道，要取昭都，必先除掉飞天的灵牙卫。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快走！和地火一模一样，是夜时，是从之火来的。
卫生爷。大祭司，事情都办妥了。安置在何处？天齐墓。绝不能让竹溪找到神主。是。为了神主，该我们演一回恶人了。君上，快送君上进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昭都四面的灵牙卫堡垒已尽数被毁，族人已十不存一。把所有人都派出去，尽全力抢救，一个伤者都不能放弃。是。等等，你们的职责是保护君上，守护皇城。飞天，属下明白，非相放心。今天，我们灵牙卫的陨石有多少被点燃，明天就会有多少复仇的火焰烧到平庭。竹溪，这是我飞天对你种下的毒誓。我读书。夏灵，这边，这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说来话长，霍图说，没事，你说。玲珑被他们抓起来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好，去吧，君上那儿恐怕也有不测，我们直接大殿会合。自己小心点。走。是竹溪带你来的？嗯。他们没为难族里人吧？没有，是我自己想逞英雄，为族人除害。他都已经离开之火了，为什么还不能放过他？是我的错，但是我亲眼看到了，玲珑真的是神主。火图说：“咱们走。”就是这里，玲珑就被他们关在里面。你为什么没有告诉君上？这里的人表面上尊崇神主，背地里却都想害他。玲珑，玲珑，玲珑。爹，玲珑，玲珑，玲珑。爹，爹，我是玲珑，我在这儿，爹。玲珑，爹，你别急，爹很快救你出来。
好了，没事了啊。好了，丫头，你勒太紧，你勒死爹了。爹。哎，啊，这墙这么厚啊！爹，我错了。错了？你错哪儿了？啊？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哎，你可不知道，你可给爹长脸了呢。你爹我是在平亭，多少人跟着我屁股后面给我献殷勤，恨不得求我去给他们当爹。胡说八道！好了，没事了啊。这儿太危险了，咱得赶紧走。爹，我现在不能逃走，我不能留下元一一个人在这儿。你以为我是来带你逃跑的？你爹我这辈子没啥愿望，就想让你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活着。之前爹不想让你走，是怕外面世界太大，爹怕自己保护不了你。但现在你长大了，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，爹不可能永远保护你。但至少现在，你看爹是不是又变厉害了啊？这么厚的石墙，我不也打进来了吗？嘿嘿，好了，没事了啊，走。不图书，玲珑，夏玲，我们被发现了，现在就得走。啊，走。这是他大意了，我才有机可乘的。就是这些人蛊惑我来昭都，指认玲珑是怪物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竹溪的人已经动手了，是竹溪把你关在这儿的吗？应该不是。这里是天齐墓，藏我的应该是大祭司，可是他绝对不会伤害我的。那他是想保护我？没有必要啊！竹溪没有能力在昭都兴风作浪的。玲珑，飞天的灵牙卫已经全部陷落了。什么？竹溪的人马随时可能打进昭都。所以大祭司先一步把我藏起来，是显然已经知道了竹溪的计划。难道竹溪跟这个什么大祭司他俩是一伙的？他俩联手？不可能，大祭司不会杀我，他也不会去伤害元一的。灵牙卫，他们要杀的是飞天。岳灵族挟持君上，飞天妄图斩杀神主，证据确凿，叛逆之罪已无可恕，全部的岳灵族人杀无赦。大祭司，你疯了吗？君上，你日后再治老臣的罪，但今天老臣会不惜性命为神主除贼。我早就应该料到你为了除掉我，不惜与竹溪联手。飞天，你大限已到，就凭你！干什么？你们断反了吗？岳灵谋反，飞天当诛，保护君上！飞天专权跋扈，亵渎神主，早已犯下滔天大罪。皇城上下无不帮诛其全族。如今神主重临，谁杀了他，就会得到神主的救赎。我看你们谁敢！
快走！飞天，快走！他们不会为难我，但失去了你，才是我真正的绝境。绝不能放过飞天！ 好久不见呀，飞象！竟然是你！没想到我还能飞吧？元一，元一，君上，你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君王，我真的很骄傲。 别说谢谢，你坚持说，你坚持说。玲珑，我在呢，快带走君上，答应我，替我好好守护君上。我可以救你的。等我一下，君上。 飞天，我可以救你。钱，有没有钱？元一，用剑刺我！元一，元一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！我要救飞天。那为什么要拿剑刺你啊？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。不行，你跟我说，我要来不及了。你跟我说清楚。我要救飞天。不行，你跟我说清楚。 我
已死，灵牙卫，投降吧！离开赵都！你听着，如果你被竹溪控制了，那么谁来替岳灵族昭雪罪名？你要让飞天背负着叛徒的罪名留在历史中吗？岳灵为用生命守卫昭都，守护你，死后却要沦为叛臣逆贼，被后人口诛笔伐。你若此时死守昭都，那岳灵的牺牲就真沦为一场笑话了。我以神主的名义答应你，我们会回来的。
终于和佛传大师在一起了。别跟着他。也许他就是想一个人哭一会儿，不想被我们看见。当务之急，咱们先商量商量，下一步该去哪儿。老飘在这么个鬼地方，也不是个办法。对，我答应过飞天，一定会替他守住元仪。等元仪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好一个完整的计划给他。好了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之后的计划吧。在这之前，得先让他说出真话。霍图心，我可是又救了你和你女儿啊！火图心，你干什么？他要不想说真话，你杀了他也没用。别以为你很了解我，你懂屁！我也没说要懂你啊！你再不说真话，以后就没有机会说话了。你这么喜欢听真话，那你妹妹还真是嫁对人了。无缘姑娘，如果你爷爷知道你为了他屈身于魏生宴，他的心一定会很不安吧？其实我也是一样的。以前我真是蠢透了。如果我牺牲了自己，让魏生宴去支持我哥，最后换来的一定是所有人的不幸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离开魏生宴，要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我希望你也可以离开的。就算我说了，你没有知道是真是假呢？因为你只能说实话。哦？为什么？还记得在之火的时候，你说过要留着我跟我做交易。我爹告诉过我，你是为了救你爷爷。可无论魏生宴他的阴谋是什么，都不是对我有利的吧？而我才是那个能救你爷爷的人。如果我愿意帮你的话，你应该很容易选择吧？对啊，我们跟魏生宴不同吧？至少我们希望你爷爷好啊。你们是跟魏生宴不同，你们要有他一半的狠，还至于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还记得怎么用吧？我累了，先回去睡一觉，再考虑一下吧。对了，君上此刻可不怎么好啊。他要是有什么闪失，你们几个可就说不清了。
知道吗？我爹这次竟然没说要带我走，他发誓说一定要找到竹溪他们谋反的证据，还要帮我完成我想做的事儿。他说自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走出来的知火族人，绝对不能给族里人丢脸。如果不是你带我们出来，让他也让我经历了这些，可能他永远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其实我也是，以前我总是想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，可是没有你带我经历这些，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。就算所有人都否定我，但我还是很开心。很开心能够和你站在一起。